假爸爸。大家好，我是菲比哈，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还有传承的这个美食呢，就是我们福建莆田人。咱莆田咱有啥物啊特别的这个啊 number 哦 ，lucky number。number 哈是我知影所在是，你咱是爱3咯、2咯、4咯、6咯、8咯，哦，无三无四，你个其他就来双双对对了。第一道就是大日子啊，然后喜庆的时候呢，他们一定会做，也一定会吃的，这个叫做红团。所以做海边，做回边哈，这个啊放落去，放落去。哈，阿弟，我唔捌用过这个方法嘞。这方法啊，这方法老人教的呗，早早人教。啊，今天啊，莆田的朋友们相信，吃这个红团呢，就代表了团团圆圆。啊，你安怎就是差不多呀？使了，使了，你看，真水嘞！那这一道呢，就是非常著名的杏花米粉。那如果你有机会去到莆田的话，你会发觉，基本上呢，这是他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道非常著名的家常食物。哇，色泽非常的丰富，色香味俱全。安定，你到这安定。最重要的就是杏花米粉，它的一大特色就是它的这个米粉是属于比较细、幼、滑、嫩，但是呢口感却非常的 Q， 非常的有弹性。它也是哦，我们的这个中国人最早的这个快熟面，现在金黄的稻田中奔跑，沉浸在小麦芽的天空中。想不到吧？它已经有900年的历史了。大妈妈，哥哥跟你讲，这是灵魂哦，真的不快了，很细，很滑，很 Q， 看，很香哎。3022的朋友们一定要在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钟 Astro 环体台333这一期，菲比就跟你分享福建莆田的家常著名小吃。